兵大总管，一万几万元下黑刀，正确领导与话刀。哈哈，这个女婿，一个长你对人乖乖的来，来，有心情早与我。
三小姐啊，那是夫人身
惜了。他是当了重兵，也是小小有力，他怎么会轻易发死啊？可是你讲，哎呀，你讲了，你他那么多来口气，我们都来抢，上气气，老爷啊，到底是什么事啊？主神啊，主神！启禀老爷夫人，顾少爷闻命前来得亲啊！哎呀，闻命来了，太好了，看看运气，小爷啊，你没长。等
你对对是说，假如
哎。
王上这场戏，谁由我来唱？三儿，此时万万不可催泪风声，上面拜托大姐，今王上一定要把他记录看看好，为己周盘。我这生意，这山哪里有请我母亲亲自出航，与那老臣酒宴一番，我这就禀告母亲，还未表兄，上面死不让我话女何事？这块梨花牛背。
事情越闹越大，事情又不他打我骂我，娘子你也气我怨我，我真是坐以为难，随乎下脚。娘子，你就让我暂且在这里赌一赌，赌一赌吧。唉，你这个不争气的冤家，将你背在网中，这也是三妹的三妹。娘子，我既怕郎中兵，又怕有穆大人，我最怕的还是三妹哟。你怕他做甚？他那张伶牙俐齿的嘴呀，一讲起话来就是生姜过辣椒，厉害得很，吃不消，吃不消。相公啊，三妹，你来得正好，我呀实在是困他不知。他竟没有你的事了，把他交给我吧。哎娘子，你还是安慰安慰儿子去吧。娘子。大弟说相爱这相有理了。不过，哎，小妹还有事要请教你。三妹，你请讲。不怕生姜换辣椒。为记住猪的四川，这辣椒嘛，我稍微吃一点。我可不管你爱吃什么，我来问你，那郎后应值了你多少银两？无语啊！那听说你忘了已经多少了？也无语啊！对三妹，你急什么忙什么？你把自己以为也拿去做生意，我夸你呀，我要把你自己亲妹妹也拿去送成你。哎呀，三妹，我已经不这个是吗？也不至于外人这样嘛。我看也
这样公道
我真珍惜富贵你当名上，因此我退三帖回信，你好叫你死了真心肠。唉，想不到你对我的情意好，你谈情不怕是谁啊不长，其实是只要你大人一句话，要把我脸呀可以发下张。我来问你，那个美秀子可有空隙？分早一晚，好，把早一晚叫来，传早一晚来了来了。彼此唐僧讲道，语色原因啊！嗨，少啰嗦！我来问你，你家儿一美心可有配给呀？配给哦，美心有红字一颗，那也闻你家道十分富豪，那叶家十分平和呢。哎呀，难道这老七母叫你独自烧啊？这好，夫人，你家有李小姐的名，请过多少说你先生啊？这也不是算命先生啊！是啊，也不过算命先生独是这样教的啊，也不过算命先生与举子举过是这样讲的。是啊，与一个算命先生说话语也不一样。他这么讲啊？他说道，日老也要越是富贵越遭殃。是啊，他们高官，是啊，高官，你不能去我里，这不一样啊！可他短着相公我们旁。啊，老爹，苦算为与这样的事啊！哎呀，主你放心，场地过来嘛，人远的；风的过来嘛，人边的。来，手吧。哈哈哈！老夫人啊，常言说得好，这夫家上下嘛，总是一往想一往的。你家二小姐的名，总归一个夫法的。呀！我是这位中国大人在行，那么你倒是说过有啥个破法呢？哎呀，我讲了这么许多，他们还是不肯睡着，这让西中往下唱呢。哎呀，这丫头你叫一声，叫我继续讲，我讲的啥呢？好，夫人，既算府的破法，既完了。
一切与老夫担待，你只管前来。那么他们领了进来。老夫人不放心。好，那
啊！
林文明。这个，请问爷爷，你的眼兄是？我的眼兄乃是黑色山中的同参好友，我曾因了兄弟。是此时来，你我的兄可就更亲了一层了。本来就亲到很啊，既是自己的兄，我就对你收拾了。那爷兄与不同长郎这杜配，是不曾他快马送他远离，如今他已关键特写，进京赴考去了。这就好了。请问爷弟，风雨光路，莫非也是为了上京官考的？非的，我来到朱大人面前到场去的。高场，莫非也是为了老汉爷？正是高压老臣。好呀，爷弟，怪不得你我凭在下恐惧一介师傅，原来爷弟与我志同道合，关丹相长。此次来令我提兄有感情也成了。昔之情儿有情，应该是情儿有情了啊！这是女兄闻听终于是身患重病，已经3个月没有上朝领针了。爷弟的场，这怕也是高不成了。这便说是好啊。爷弟，不要着急，以女兄之见，你和我三母一同进京赴考，他人才能熬对后转，帮上帮助，你我也好志同道合，共知全节，你看是何？爷弟就不要犹豫了，你我去结婚，同意。好啊，难道爷弟不要三兄弟？非这有为是？这两双鸟来敲人。
面
好，也唱当我有个好，我要为你试问，一股
大
精神，同安团聚。你与他也不团结呀？却是此女人迷呀！你下回来。哦，传愿里上堂，愿里上堂。人家比他程度小很多。愿里开启我愿堂是，愿里与我抬起抬来。
为民之黑，其子可嫁不与人才。今日寻万之者，教育红颜情结成。哎呀，兄。其地远有理，建立可否？请你俩内行人结成万婚，请此谢恩。万岁万岁万岁！有不大声？也是呀，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？有不？小心红颜情，哪里